那就不好意思了。你干嘛，郝松明？你疯了？走开，走开！起来！啊，韩毅好像有，在那个柜子里，花子下面。那边吗？嗯。有什么这个？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想想啊，万一一会儿迟墨那小子回来了，那你肯定拦不住他呀。如果让他再去跟郑宝珠求和，那我昨天那巴掌不是白了？不行。把一个大男人囚禁在我的家里，岂不是非法禁锢？小小，你是我的男人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哦，好霸道，好喜欢。聪明，聪明，你干嘛呀？快点，帮我绑一下手，来。哦。多绑2道。哦。好，我试试脚啊。呀，再帮我绑一下。哦，对了，聪明，你得答应我，无论如何绝对不能给我松绑，听到没？我答应你，绝对不松绑。乖了。还是没消息，都整整1夜了。宋总助和金秘书已经快急疯了。郑小姐，滚！我让你滚啊！宋小小，一定是宋小小，真是阴魂不散。迟墨，迟墨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宋小小又做了什么？我被人绑架了？好聪明，怎么回事？迟大爷，哦，我给你做了丰盛的午餐。看来我是被郝小姐你非法人身禁锢了，是吧？啊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小小说了，他是自愿的，而且我又没有虐待你，好吃好喝给你供着，怎么都不能说是非法禁锢吧？而且你看，我为了照顾你的口味，我特地做了你最喜欢吃的。我看是宋小小那家伙喜欢吃的吧？我的口味还没有沦落到这种程度。吃不吃？郝聪明，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，马上给我解开绳子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不行，小小说了，不能解。郝聪明，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待1分钟，我的企业要损失多少钱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从这一刻算起，你倾家荡产都赔不起。你哪都不能去，你少威胁我，我是赔不起，宋小小赔得起。好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你干嘛，郝聪明？你疯了？走开，走开！起来！
好名单，好名单，醒醒。小小，小小，你醒了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我没什么事，就是身体酸痛。石墨刚才没有为难你吧？哎，你快点帮我解开。你不知道迟墨这个人真的很难缠，要不是我机灵，今天就要吃大亏了。怎么还没解开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打了一个死结。我先拿剪刀。天王盖地虎。啊？天王盖地虎。包包打镇河妖。好你个冒牌货，竟敢冒充我们家小小！要不是我好聪明，今天就真的被你骗了。聪明，我是小小啊。你是演得很像小小，但是我跟小小之间有我们两个约定好的暗号，你不知道暗号，所以你不是宋小小。你们两个还真会玩哈。郝聪明，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，我今天有一份很重要的合同要签，如果今天晚上之前签不好，迟氏集团会损失2个亿，2个亿，你懂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啊？你觉着？那我也不能放你，小小说过的。那你把电话给我，我给金秘书打个电话，让他把合同送过来。哦。哎，不行，如果我给金秘书打电话，金秘书就知道你在这儿了。我要想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。你把合同的名字告诉我，我去公司替你把合同拿过来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啊，不客气。说，到底看没看见那公文包？绑架过我的绑匪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不是让你避避风头吗？大哥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跟你借点钱周转一下。你看，给你打电话吧，你又不接，我这不就亲自登门拜访了吗？你是不是又赌去了？我告诉你，让你低调低调，你再敢跟我惹事儿，小心我灭了你。大哥，我这不也是没事儿干。和刀疤见面的那个人似乎很眼熟。大哥，你是过来人，你懂的。有的时候得意一上来啊，心痒难耐啊。这是最后一笔钱，你给我拿着它，赶紧给我滚蛋！谢谢大哥啊。我是迟梦父亲那场车祸的目击证人，刀疤是绑架我的人，刀疤跟那场车祸有关，刀疤又出现在迟氏集团，这意味着什么？难道制造那场车祸的人是迟氏集团内部的人？不行，我要给迟梦打个电话。哎，不对呀，迟代还被我绑着呢。师傅，跟上前面那辆车，还有不要被他发现。好。喂。
老大，我好像被盯上了。废物！早告诉你要低调，蠢货！你听着，不管是谁，把他引到赤木别墅那边，会有人接应你，务必要控制对方。好。师傅，我们奔郊外开。好嘞。迟暮啊，迟大爷，你为了逃跑还真是费尽心机啊！啊，可惜，人算不如天算。聪明，聪明，喂，聪明，你去哪儿了？什么？不，你现在具体位置在哪儿？好，你听我说，聪明，你先别着急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我现在马上就过去，好吗？嗯。你这个负心汉，你有脸泡妞泡到我们家来了还？这聪明是心软好说话，我套话可不是软蛋。